娘娘，娘娘，这2个字儿您都已经写得很好了，您实在无需再这么刻苦了。不行，今天晚上我必须要把这2个字给练好。自打皇上走后，您天天写他的名字，奴婢真的觉得你已经写得很好了呀。自打齐胜走后，我这心里不知道是悲还是喜，总觉得空落落的，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些什么。娘娘，您每天除了练字，就是变着法的往太皇太后那儿跑，奴婢实在是觉得不正常，奴婢有点担心您。在这宫里，要数齐胜和太皇太后关系最好，如果他写了一封家书什么的，肯定会写给太皇太后的，所以我才每天去缠着他老人家，想探探口风。娘娘，您看您都快魔怔了，要不我们想点别的事情做，转移一下注意力。不行，我今天还要去趟圣灵宫，万一有消息了呢？自从圣儿走了以后，你就隔三差五的过来看望哀家，哀家真是没白疼你啊。无论皇上在不在，我都会跑过来在您跟前尽孝的。可哀家也知道，你又要问哀家有没有消息了，对不对？哀家没有圣儿的消息，你呀，就是太过担心圣儿了。我也没想到现在会是这样的心情。太祖当年征战沙场，哀家也是独自一个人在后宫等待。你现在的心情，哀家是明白的。我现在还能做点什么呢？你能做的就是把心装在肚子里。你身为皇后，不是寻常的女子。从你成为皇后的那天起，你就要知道，总会有这么一天，皇帝驾崩，政局动荡，而你要学会独当一面。好了好了，哀家就是随口一说，凭我圣儿的本事，一定会率领我南下大军，凯旋而归。是。